回家小心哦，拜拜。拜。老师拜，老师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来啊！喂，你在干嘛？你不喜欢吗？我有女朋友，你这样很奇怪。我知道你有女朋友啊，你知道还这样子？你这一秒又没有，下一秒我们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，除非你会跟别人讲啊。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人也太多。你好，请问有定位吗？有江小姐3位，好的，我帮你看一下哦。另外2位应该已经到了。好的，那我们里面请，我带你过去。嘿，你都点东西了？是啊。哎，你来了。台北也太小了，到处看不顺眼。你说谁啊？哎呦，认识的啊？谁啊？没有的员工见过几次面，不熟。刚刚脸超臭的哎，现在是台北的小女生都这样，脾气不好。是啊，可不可以请服务生换个位置啊？现在？不可能吧？都客满了哎，哪有位置可以换？那你跟你男朋友最近怎么样 Michael 还不错啊。 ？Michael，阿杰的英文名字啊？不是啦，他跟阿姐已经分手了。Michael 是他现在的男朋友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？大概上个月吧。上个月。对啊，那他是做什么啊？室内设计师。室内设计师？怎么了吗？我不是说你男朋友不好哦，只是我最近遇到一个设计师，真的超烂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这些设计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们都很自以为是，高人一等，瞧不起别人。所以你们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瞧不起人的客户啊？当然啊，常常碰到这种瞧不起人。不过呢，瞧不起人跟被瞧不起，我宁愿当瞧不起人的人，而不是一天到晚做被瞧不起的事。不会啊，我遇到的设计师都蛮好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跟你们讲了，那只是一开始而已，后面呢，他们就会露出真面目。这些设计师心胸都超窄的，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就对了啦。哇，看起来您在设计的这条路上还会遇到很多的曲折啊。而且碰到人都很烂，不止把你的作品弄坏呢，他会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的错啊。要不是他是朋友的朋友，我早就跟他翻脸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了什么吗？你这男人有没有风度啊？一个男人在背后讲别人坏话，这样对吗？不是你先开始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啦。我先走，不要待在这，这边有没水准的人。这里的人不是每个都没有风度啦。有些人哦，你不想碰到，偏偏常碰到。你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就是他把我设计场地弄坏，我叫他小心一点，他以为我在骂他，就这样而已嘛。台北怎么那么小？比你想象的还小。怎样？不能回来拿包包哦？你确定你们真的只有误会过，没有约会过？怎么可能？
啊？去要电话。这些书请你女朋友帮我签名好吗？你什么时候买他的书了，树哥？以你平常的文学造诣，应该是不看这些的。怎么突然就买？一次要买20本，有什么目的啊？真的是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康哥啊！我知道你们女主角好像还有一个缺。最近我认识一个小妹妹，她很可爱。我是想，当然这件事情不勉强。我想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试试看？好了，我会安排。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做一起。这是我没办法决定的导演啊，后面还有电视台。对啊，太大了。是。谢谢，只要你尽力，我就非常感谢，谢谢。贝安，跟你讲，因为我经纪人很可怜，价钱的问题就交给我处理就可以。可是我朋友就说清理大公司比较有保障。Come on， 你那个朋友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好不好？大公司一人一堆，他怎么会去照顾你呢？而且我才刚把工作辞掉，我就是要全心全力的照顾你、规划你。那有合约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没有问题。这合约签几年啊7年。7年？太长了吧，我要出国哎。 7年它不会太长，而且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不行啦，太长了，我要想一下。真的不要去想，我帮你规划呢，保证你一定可以上国际杂志的封面，而且李安的新戏一定会有你。不用想。哎呦，就照旧嘛，反正你介绍给我，我还是给你抽啊。贝安，我真的很想要帮你，而且你在我心目中是永远的那位女神。谢谢啦。哎，不过刚刚的案子它叫什么？它好像叫做大咪咪的冒险日记。它还会再改个名字，会改成叫大奶闯天下。贝安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叫你露很多，也不会叫你露什么事业线，顶多穿比基尼而已。那威哥，你真的觉得《大奶闯天下》可以上国际杂志的封面吗？不吵会死，这本书真的看了会死。喂，在忙吗？刚刚才忙完，没事，你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又碰到那个白目贝安。又遇到，你们俩又遇到了，哇，你们真的是很有缘分啊！哎，这种孽缘哦，不要也罢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叫做墨菲定律。墨菲定律那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讲就是，事情通常会朝你所想到不好的方向去发展。你越不希望的，你越不想看到的，往往最有可能发生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意思就是说，假设你拿了一片吐司，上面沾满了这个草莓果酱，然后你不小心手一滑，掉在地上，贴在地板那一面的，往往就是涂满果酱那一面。所以是涂果酱那一面比较重，所以掉下来。大设计师，你有这么笨吗？我听得懂，但我觉得我跟他之间是莫可奈何。他那么无奈。小女生，你算了吧。是啊，但是其实有点后悔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后悔什么？刚才我太幼稚了，在餐厅跟他吵起来。你跟他吵了起来？他真的惹到你什么了吗？不说这个，你在忙什么？我刚刚在帮一个朋友疏通。哦，哪一块土地？不是，
这次是人事问题，不是土地。收讯有点不好，我再打给你了啊。喂，好，拜拜。也太巧了吧！快气死了！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发泄。好，我听你说，不要再气了，你要长皱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衰啊！我一直遇到那个人哎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拜拜？笑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偶像剧里面如果有这种剧情的时候，他们最后都会在一起哎。你会最后就爱上他，可能才在一起。屁啦！偶像剧都年轻帅哥哎，他啊可以去演乡土剧了。疯了，我怎么可能？那你去拜拜的时候不要带错，找到姻缘去了。哎，你很贱哎！